好脂肪、壞脂肪，破解迷思，飲出代謝力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傾一個大家好熟悉但又好陌生，甚至有少少會驚嘅話題——脂肪。而家大家越嚟越注重健康，好多人一講到脂肪就即刻驚。去超市買牛奶要揀脫脂，食餅乾又怕油，成日以為食脂肪就一定會肥。但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真相，脂肪從來唔係壞人，只要識得用，食得啱，佢絕對係我哋身體最好嘅朋友。醫學上面將脂肪分做好脂肪同壞脂肪，兩樣嘢對身體嘅影響簡直係天同地咁大差距。首先同大家講下咩係壞脂肪，主要就係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。呢啲嘢匿喺邊度？就係我哋成日食嘅炸雞、蛋糕、餅乾，仲有好多擺得耐嘅糕點入面。呢啲壞脂肪就好似我哋血管裡面嘅泥漿，食得多就會令血液入面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，亦即係大家講嘅壞膽固醇升高，慢慢塞住血管，長期落嚟，好容易引致高血壓、心臟病，甚至中風。講完壞脂肪，再講咩係好脂肪，主要就係不飽和脂肪，好似深海魚、堅果、牛油果，仲有橄欖油呢一類優質植物油，全部都係。呢啲好脂肪就係身體嘅清道夫，可以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，亦即係好膽固醇。好膽固醇會將血管壁多餘嘅廢物脂肪搬返去肝臟度代謝走，好好保護我哋嘅心血管。而且脂肪都係構成我哋神經細胞膜嘅重要材料。如果完全唔食油，皮膚會變得乾燥粗糙，內分泌失調，甚至連個腦都會遲鈍咗。康寶萊嘅營養解決方案，而家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，成日出街食，愛食為主，好難餐餐都食到優質深海魚同堅果，亦都好難完全避開匿埋喺食物入面嘅反式脂肪。咁我哋應該點算？呢個時候就需要康寶萊幫我哋一把。大家要記住，體重管理從來唔係挨餓節食，最緊要係識得揀，管對營養來源。康寶萊嘅營養理念就係幫我哋攝取有益嘅營養，代謝走體內多餘嘅壞物質。第一樣，攝取優質蛋白，啟動身體代謝。康寶萊蛋白奶昔代餐入面有優質大豆蛋白，飽肚之餘，減重期間都可以保住肌肉量。肌肉就係我哋身體燒脂嘅引擎，肌肉夠，基礎代謝先唔會跌。第二樣，補充優質好油，調節體質，降低壞油。特別係康寶萊深海魚油同蝦油，入面豐富Omega-3不飽和脂肪酸，就係最典型嘅好脂肪，直接幫身體補充優質營養，幫我哋降三酸甘油脂，舒緩身體發炎情況。第三樣，阻截多餘油脂同糖分吸收。平時聚會應酬，大餐避無可避，康寶萊都有專屬產品幫手，可以喺食大餐之前幫我哋阻隔多餘油脂同糖分吸收，好似幫身體起一道保護網，食得開心又唔使有負擔。總結返一句，面對脂肪，我哋唔需要全面封殺，完全唔敢食油，最緊要係聰明選擇，識得揀，將壞脂肪排走，將好脂肪補返入身體。康寶萊就好似你隨身嘅營養管家，用優質蛋白幫你保住肌肉，提升代謝；用優質好油保護心血管，調理體質；用科學配方幫你擋走多餘熱量同負擔。由今日開始，唔使再驚食油，反而要學識食得啱，揀對油，配合康寶萊營養調理，一齊擁有輕盈、健康、零負擔嘅體態。最後，如果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麻煩大家幫手俾個讚，等我知道大家中意呢類營養分享。追蹤加訂閱我個頻道中，下次拆解更多健康迷思就唔會錯過。關於脂肪、減重或者康寶萊產品有任何疑問，歡迎留言問我對話框，我會逐個親自回覆。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搞唔清好油同壞脂肪分別，即刻分享呢條片俾佢發件商，一齊幫身邊更多人食對營養，越來越健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